新北市来看，新竹昨有一个落跑渔工拍上警察咯。新北市树林分局一个警察去新竹掠一个红通缉的渔工，这渔工怀疑讲伊互共乡的出卖，所以攻击共乡。过程中，倒下去伤到警察的阿妈棍，人又个落跑。伫透早点外，警方总算掠到人咯。大批警力来回伫咧搜查，几多台警车包围，已经过几点钟久啊，拢无看到嫌犯。原本是在这种宿舍，然后结果可能是外劳逃逸，怀疑是可能挑衅我们前方这个民宅。明明看到伊向厝顶走，奈突然间人无去，原来伊秘伫咧水塔内面，店内面点4点钟。就是讲，警方已经离开啊，打算找其他所在秘当场被抓。你是在水桶里面对？32岁失联渔工犯毒品等案件被通缉，这回又搁涉及一件妨害自由的案件，和新北市警方看管市对抓，路南到新立关河口抓人。严高地逮捕行动，有警察和派出太照相。邓显见警方6人趋前表明身份，及取出案场的蓝坡刀挥舞，造成本分局诚信侦查所那个右侧颈部表皮遭划伤约20公分。其实早伫咧嫌犯藏起来进前，警方报有一波逮捕行动，找一位姓两的越南籍渔工斗3工，打电话骗嫌犯落来。严过嫌犯看到警方了后，那是拒捕攻击警察，还佫把这位姓两的越南渔工也抬着伤，趁机会躲走。我跑那边的嘛，他还去砍了，他用刀子，然后是。他拿刀就他地下，然后是我的很多流血出来。受伤的姓两的渔工，甲嫌犯有姐妹纠纷，配合警方办案，却意外受伤，好加在伤势无大碍。即马有几多项通缉的这个越南渔工，将会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